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JM9LG 嘅 GPJM9 2025，又係我肥王啦。肥王去咗放假啫，即刻有人 PM 問肥王去咗邊啊？上星期又係南無佬小編為大家帶嚟 GPJM9 番外篇嘅人島 TT 戰果速報啊！嗰條片嘅 view 數啊，仲多過我哋呢啲 MotoGP 嘅恆常片。大家咧係咪睇肥王睇到悶啊？所以唔睇啦。不過冇辦法啦，鬼叫肥王係本台首席發言官啊！この番組にはスポンサーがございません。先做一個非正式嘅市場調查。如果你從來都冇飛過我哋嘅片頭嘅話咧，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話說肥王近來發現原來我哋嗰條片頭啊成30秒咁長喎，好似可以縮短少少。翻到嚟今站意大利 Mugello 啊，係469主場啊。金主爸爸當然有到場支持啦。主場車手分別有 Bagnaia 啦、Bezzecchi、De Gea、Nini、大師兄 Morbidelli 同埋之前喺068內受傷嘅 Luca Marini 啊。咁喺星期五嘅練習賽咧，Wallo又炒車啦。今次咧就傷到左邊嘅膊頭呢邊，好似咧就話有甩臼喎。不過睇嚟佢比較擔心戰車嘅狀況，腎上腺啊仲激發緊，所以咧佢好快就重新翻去比賽啦。Q1 係 Eldiga 同埋 Alfa 第1、2名啊，咁啊成功上翻去 Q2 啦。Q2 第1名啊當然係93啦，第2啊 Bagnaia，第3係73細佬，第4係 Wallo，第5係小牛，大師兄排第6。De Gea 第7，阿 Costa 第8，連仔第9 ，Bezzecchi 第10，Alfa 第11，Eldiga 第12。Q1 上到嚟都係要排第尾啊！嚟到星期六嘅衝刺賽先第一隻彎啫 ，Binder 撞到 Sarko 一齊炒咗車。咁啊當然出示咗黃旗啦。暫時 Bagnaia 排頭位，第2就係細佬，第3係93，第4就係 Wallo 啦。頭3位啊進入大混戰，兩紅一藍，鬥到難分難解啊！後面阿 Costa 喺第2圈就炒咗車啦。嚟到第4圈，前面嘅難分難解啊已經解咗啦。馬昆斯兄弟在前 Bagnaia 已經被拋開1秒有突啦。後面嘅 Wallo 繼續掙扎，小牛啊繼續喺佢身後窮追不捨啊。第6、7就係主場老闆隊嘅 De Gea 同埋大師兄啦。嚟到第5圈前嘅大直路，Yamaha 終於頂唔住 KTM 嘅直線加速，結果 Wallo 就被超車了。好快佢亦都俾2部46車隊嘅車過埋添。前面嘅93啊，終究啊超過了一切啦。最後一圈第9嘅 Wallo 亦都俾 Eldiga 爬埋頭，跌出得分區外啊。嚟到星期日嘅正賽，當然就係前面嘅兩紅一藍大戰啦。唔係，係兩啡一藍大戰先啱啊。Ducati 喺今個站主場嘛，披上咗特別嘅拉花。46車隊嘅拉花都幾好睇㗎，話晒大家都係主場。去到第3圈，Ducati 兩架車嘅內鬥非常之刺激。之前亦都有講過啊，呢隊咧兩個人之間咧好似唔係隊友咁樣，異常兇狠啊！而細佬一直都喺第3後面等緊機會啊！咁啊第4係大師兄，第5係小牛，第6係 De Gea，第7咧就係阿 Costa 啦。殺神 John Wick 都嚟到現場啦，希望今次冇人喺呢度殺佢隻狗咯。嚟到第9圈，大師兄啊碰車大發將小牛撞咗出街。咁大師兄咧即刻被判罰咗一個 long lap 啦。不過佢喺跑呢個 long lap 嘅時候出界喎，所以麻煩你再跑一次吧。咁賽事嘅中後段係比較漫長啦，去到最尾2個圈先有 Bagnaia 咧俾第4嘅 De Gea 爬咗頭。喺6、7號彎嘅 S 彎就出現呢個爬頭啊，呢個爬頭亦都係非常之靚啊。咁最後賽果第1名衝線當然係93啦，第2就係細佬73，第3係 De Gea，第4係 Bagnaia，第5係 Bezzecchi，第6係大師兄，第7 Alfa，第8阿 Costa，第9係 Binder，第10係奧古啦。至於車手積分榜方面咧，93肯定排第1啦。咁啊93以270分排第首位，第2係細佬 Alex 嘅230分，第3係160分嘅 Bagnaia。睇嚟今年都係93嘅天下啦。嗱，講真，雖然肥王咧都好想同意大利人一齊咧響爆93啊，不過咧93咧就好似降維打擊咁，真係無人能擋啊！咁講完賽果啦，今集咧先唔講車手住，就講翻我哋 MotoGP 嘅大老細先。
舊年 Liberty Media 宣布收購 Dorna 84% 股份啊。今個月6月23號，歐洲委員會終於宣布無條件批准呢一項交易啊。咁就認為呢項交易咧唔會對歐洲經濟體系造成任何影響啊。咁啊預計呢項交易咧就會喺7月頭完成啦。咁市場嘅預期會有更加多美國嘅分站啦。當年 Liberty Media 收購咗 F1 之後咧，通過傳媒合作同埋市場推廣，令到 F1 喺全球嘅影響力同埋推動力都大升。咁就例如 Netflix 嘅 Drive to Survive 啦，同埋各個電視台嘅轉播權。最緊要就係加大咗全球 fans 嘅數量啊嘛。咁喺數字上啊，係令到 F1 嘅參與率由下降轉為上升啊，紅色轉綠色啊。咁所以咧，肥王我覺得 Liberty Media 嘅 sports marketing 咧做得非常之好。不過唔知嚟到 MotoGP 會唔會有同一個效果咧？咁啊，但係亦都有機會令到 MotoGP 相關嘅水漲船高喎。包括入場費又可能加啦，咁啊周邊嗰啲酒店啊、住宿啊、食嘢又可能加啦，嗰啲精品又可能加價啦。睇嚟要金主爸爸支持啦。咁第二樣要提及咧，就係星期六嘅衝刺賽之後，杜卡迪嘅車隊經理塔多士嘅憤怒時刻啊！咁啊，當星期六93啊贏得衝刺賽之後咧，大部分看台觀眾咧都去對93報以噓聲啊，甚至嘲笑啊！咁呢個就源於93同埋46多年嘅積怨而成嘅。而且 Mugello 作為意大利人嘅主場，可謂見怪不怪啦，年年都係咁噶啦，講真。不過塔多士咧就認為93而家喺杜卡迪車隊服役，都係代表咗意大利品牌，所以咧認為車迷應該放下過去同埋成見，展望將來咁話喎。講到呢度，肥王又要諗起呢個新腳事件啦。6號小編又準備嬲㗎啦。咁喺 MotoGP 嘅世界入邊咧，46可以話係代表人物啊！即使佢已經退咗役啊，但係你喺每一個分站都能夠見到46粉絲區。相信呢個情況咧，當然係會繼續持續落去啦。嗱，順帶一提，肥王 Dis 93咧就唔係因為肥王係469，只不過咧唔係好中意93嘅駕駛風格太過激進咧，對場上嘅其他車手造成威脅啫。咁講起93嘅駕駛風格，今場完賽後亦都出現一個小插曲。Bernard 就喺訪問度表示，93同73之間嘅互動啊，係完全同其他車手嘅互動方式唔一樣啊。咁啊言下之意啊，覺得唔同隊都打 team 啦，咁啊自己同佢同隊又冇份打 team 啦。咁網民啊即刻分成兩派啦，一邊咧就話 Bernard 啊酒駕仔啊、小公鼠啊、心態有問題啊。93咧而家同佢揸同一架車，佢就變咗好似唔識揸車咁啊。咁啊而佢每一次咧表現唔理想啊，都會賴架車啊、賴下隊友啊、賴下個場地啊、賴下條胎啊、噼哩啪啦咁樣啦。咁咧另一派就認為作為親兄弟咧，偏袒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咁啊反而其實73同93嘅硬碰硬咧都冇乜着數啊，因為73係最清楚93係有幾厲害恐怖嗰個人啊嘛。咁啊如果 Bernard 有能力啊都來戰咯。咁啊講到呢度，肥王嘅睇法咧就係 Bernard 咧今場連第3都守唔住，讓咗俾 DJR 就咁啊講起車手，不得不提就係土耳其哥。Toprak Razgatlıoğlu。咁土耳其哥已經正式同 Pramac 簽咗約㗎啦，2026年就會揸住Yamaha打喺 MotoGP 嘅賽場上面啊！咁呢個機會土耳其哥都等咗好耐啦。咁土耳其哥嘅古仔係咩咧？咁2021年土耳其哥咧就係揸住Yamaha贏得 WSBK 啊！不過去到2022同埋2023咧，都係俾杜卡迪按在地上摩擦嘅。咁另一方面 ，BMW 自從2019年重返 WSBK 賽場之後咧，每一年都係得喺杜卡迪啦、Yamaha啦同埋卡瓦之後咧做第4嘅。2024年土耳其哥正式同 BMW 簽約，成為 BMW 嘅車手啊！咁啊揸 M1000RR 咧就出戰啦。咁啊好多車評人就質疑呢個決定啊，甚至懷疑 M1000RR 究竟有冇能力攞獎啊？不過土耳其哥用作品説話啦，2024年即刻就揸住阿 BMW 攞咗 WSBK 個冠軍。今年土耳其哥暫時係排第2嘅，不過相信佢都係身在曹營心在漢啦，係咁諗 MotoGP 嘅嘢啦。咁土耳其哥咧將會係 MotoGP 入邊第一位土耳其籍嘅車手啊！
而上次同一個背景喺 WSBK 轉車手過嚟 MotoGP 咧，已經係16年前啦。唔知土耳其哥嚟到 MotoGP 嘅世界之後會擦出啲咩火花呢？嚟到呢度又要賣個廣告先啦。有冇發現咧？我哋而家出片咧係成日都係星期五出啊？冇錯啦，我哋而家星期五就成日都有片嘅。不過咧嚟緊大後日就會有片啦。咁條片係關於啲咩嘅咧？咁啊賣個關子先啦。最近有冇啲咩關賽車事嘅電影啊？下一站係荷蘭站，冇錯啊！連續2個禮拜都有比賽。正賽時間係下星期6月29號晚，香港時間夜晚8點鐘啊！今集嘅 GPJM9 又嚟到呢度，中意我哋嘅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撳埋個鐘仔，咁下次咧有片就會自動通知你啦。我哋之後見，拜拜。